第6课，耶稣开始就耶路撒冷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，咱就开始就耶路撒冷。这是我要上耶路撒冷的上路礼拜。因开始上耶路撒冷的时，耶稣行伫学生的头前。伊普通时甲伊的学生相搭行，即摆伊行伫头前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。因毋知影耶稣为虾米无甲因行，因真惊。因相搭问讲，耶稣安怎讲这是伊去耶路撒冷的上路礼拜？伊为虾米讲是上路礼拜？咱毋知影伊的意思。伊安怎行伫咱的头前？伊以前甲咱相搭行。耶稣受困的时，伊甲学生讲话，伊讲：咱要上耶路撒冷。而且这时头要掠我，这时头要掠我，也要审判我；这时头要审判我，也要定我死罪。因审判我以后，因要带我到罗马关，罗马关要审判我，因要审判我以后，因也要定我死罪。罗马关审判我以后，因要送我交予罗马兵，罗马兵要甲我杀死。学生听耶稣的话的时，因的心真艰苦，因无心里明白耶稣的意思。耶稣阁甲因讲：第3日我要告我，我要互人杀死，总是第3日我要对死告我。第3日的中间，恁未看见我，总是3日以后，恁会阁看见我，恁会阁看见我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咧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，因无明白耶稣的意思。因相搭讲，咱未明白耶稣的意思。伊讲伫耶路撒冷，伊要互人杀死；伊也讲伊要对死告我。咱知影耶稣真好，总是人无明白伊的意思。伊毋免互人杀死，伊毋免去耶路撒冷。彼得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毋通去耶路撒冷。人爱甲你杀死，毋免去耶路撒冷。阮无爱你去耶路撒冷。耶稣甲彼得讲：你毋通安尼讲，这是魔鬼的话。我着爱去，这时头会甲我杀死，我要对死告我。学生无阁讲话，因真惊，因了无明白耶稣的意思。总是耶稣死告我以后，因就明白伊所讲的话。看路加第18章第31节到第34节。